雅各书第5章。恁遮的好野人，注意听，着为着得要受的灾难哀伤啼哭。恁的财富已经败坏，恁的衣服已经互酒桶家破，恁的金银生鲜，这的鲜会成做控告恁的证据，搁会亲像火烧灭恁的身躯。恁为着将末的日子积聚钱财，伫恁的田园为恁做工，甲恁收割的人，恁无工钱互因，就听因叫苦的声。遐个收割的工人呼叫的声，主万军的统帅已经有听到。恁伫地上享受车花宴乐，恁家己食甲肥卒卒，得等要互人抬的日。恁甲无辜的人定罪，甲伊杀害，伊嘛无甲恁抵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着忍耐到主的来临。恁看，农夫安怎听候产年宝贵的收成？因耐心听候春林秋雨。恁嘛着忍耐，恁的心着坚定，因为主的来临近啊！兄弟姊妹，毋通互相埋怨，才免受上帝审判。恁看，审判者徛伫门口啦！兄弟姊妹，着用遐个奉主的名讲话的先知，做忍受苦难的模样。遐个吞忍到尾的人，咱看因最有福气。恁捌听见约伯的忍耐，知主最后有安怎甲伊照顾，因为主充满怜悯甲慈爱。我的兄弟姊妹，上重要的就是毋通记天地，还是什么物件就抓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安尼恁才免受上帝审判。恁中间有痛苦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祈祷。恁中间有欢喜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唱俄罗的诗歌。恁中间有破病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请教会的长老替伊祈祷，奉主的名甲伊抹油。有信心的祈祷会救病人，主会予伊搁好起来。伊所犯的罪，嘛会得到赦免，所以恁着互相认罪，三退祈祷，通互恁得到医好。义人的祈祷有大功效。以利亚甲咱平平是人，伊迫切祈祷，讲毋通落雨，果然有3年半久，地上无落雨。伊阁祈祷，天果然落大雨，土地就生产五谷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恁中间若有人偏离真理，有人阁甲伊带倒转来，恁着知，互失迷的倒转来，迄个人会救罪人的灵魂脱离死亡，互伊真多的罪过得到遮看。